即马天气愈来愈热，有真侪人会去海边啊玩水。不过，伫屏东小琉球是佫发现有呛水味的人去搅扰海龟。有一个呛水的教练伫初十，伫花斑岩的海域发现有4个游客，竟然是伸手去甲海龟摸，这个过程拢去互翕落来，目前是交予安检所进行调查。嘛提醒民众伫面对野生动物的时阵，应该遵守莫接触、莫甲伊干扰、莫甲伊饲这3个原则。那违者会以野生动物保育法，相当判1年以下有期徒刑，或者是罚30万。一名呛水的民众真赶近海龟，双手也阁伸向海龟，也毋过后一个动作，互当咧翕的呛水教练真生气，因为这位民众竟然直接用手去摸海龟的壳，海龟亲像去拍着惊，真紧离开现场。第一次他就已经下潜跑下去，有摸到海龟了，我就想说啊，那他如果没有继续再骚扰的话，那我就想说过去跟他们讲一下就好了。那没想到他又做第2次。这件骚扰海龟的事件发生在小琉球花边岩海域，初十下昼3点外，呛水教练吴先生带学员落水，看到专停。吴先生表示，对方有4个人，其中3个人明显是外籍人士，意思就这说明，伫台湾依法是袂当去摸海龟。吴先生上话了后，也将相关影片交予安检所人员。经本队巡线查访周遭商家及监视器画面，目前尚在厘清影片中的人员身份。如寻获并查明属实，将依违反野保法第18条移送屏东地检署侦办。大平湾国家公园管理处表示，其实目前所公告的看龟收集，是建议民众爱甲海龟保持5公尺以上的距离，才会当减少海龟的压迫感。佮较莫讲伤花紧，甚至伸手去摸。呼吁民众从事水上活动，面对野生动物，应该遵守无接触、无干扰、无饲3不原则。违者以野生动物保育法，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，也是并处6万以上30万以下罚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